Hello， 大家早安，吃早餐了没啊？我是一位网络直播主，每天在线上唱歌是我的日常。在大家通勤的时间啊，或者是下班之后想要听听歌，然后来抚慰自己的心灵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说啊，我今天想要听运乔唱歌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哇，大哥跑车，哦呀，太夸张了啦！大哥，我觉得很感谢的是，大家愿意在，例如说1个月啊，他们的一些娱乐费，愿意播出一些，然后在直播上支持我，我真的非常感谢，非常的感动。我爸爸非常喜欢唱台语歌，小时候听的歌呢，可能不是儿歌，我们都是听江蕙、黄乙玲、张雅文的歌曲，所以我在直播上呢，我很常去唱这些歌，因此我的粉丝的年龄层都非常的广。在歌唱这条路上，还有学表演这条路上，我爸爸是最支持我的人。很遗憾的是，爸爸在前几年的时候因为生病，然后突然就离开了。就是像第一次比赛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让他亲眼看到我在电视上唱歌的样子，我觉得蛮遗憾的。在歌唱这条路上，妈妈其实没有很支持，也没有很赞同，因为她觉得说，哎呀，你歌要唱得好啊，你要有人缘呐，啊，你要有观众缘呐，啊，你要有运气啊，你会唱有什么用？但是后来她渐渐看到我一些固定的观众、固定的粉丝啊，还有一些作品出来了之后呢，有一些，例如说直播上的事情啊，或是工作上的事情，她都会过来跟我讨论，然后给我一些建议。好，我们现在开放点歌，有谁要点歌？我要点歌，我要点歌。你要点什么歌啦？我要点张雅文的歌。什么歌？哎，七剪海花。啊，怎么有人插队？直接闯入直播间啊！来人啊！如妈妈这样子。这次参加平民巨星的比赛，希望能给自己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，也期盼上天的爸爸，还有我最亲爱的妈妈能感到骄傲。大家好，我是运乔妈。运乔要去参加那个平民巨星比赛，我们大家帮运乔加油啊！刷一排爱心哦。妈妈出来跑车会更多哦。